注意安全。啊，我手机关机了。真的吗？这个也不是的，但是一直在这里。哦，是没有网了。这里面会去吃吗？知道了。这个上面呢？重新开了，它自己关了。怎么样？灯开的时候吧，不是灯开在这边，灯开的时候你再搞。有，准备好了。你们开始的时候就放。我开的呀。
坐着，一点长辈。哎呦，真乖宝！你还来一个？帮我找下张。来吧，我们这儿。放这儿啊。都干了。
좀 저러면 안 하는 거야. 아, 그거 했잖아. 유메시로 찍을까? 나 빵나마.全部放地上嘛，哎，不好拉稀。你看，小的老师，你的榜上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不要紧张。没有。지금 동생 왔는데. 눈빛 부시시나 저를 해주면 소위 뒤섞이 웃음들 여기 꿀 없어 기름 마시는 시간에 조금이 나의 아,
오늘 열매 뒤집은 와,谢谢 송다.哪里有烧的？我知道了，哎，从那个跟上回去电话关上。那从那个跟上回去。快一点。这个好的。不见。我吃过什么吃的？知道，你吃的是那个是吧？好呀，看这吃不一样，我们两个单着。不一样。看一下这个。交换签了。
让你吃我的吗？那个花生的那个。有点果酱的还好一点，再来一个。我要减肥。减肥？哇，哎，生日快乐！每次吃饭的时候是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不知道。让高去也给知道。我包不是第一次见你吗？对吗？妈是。我减肥，我减肥。这个蛋糕不要摸到头发上，摸到头发上好恼火。我觉得下来来看个椅子的，下来看你的这个。不要摸我。摸他谁？来，小钱，直播间，来，买这阿姨摸懂吗？好的，这样子送上个，都可以，我就是就听说，对吧？就是合适的。讲不起来，我觉得。当然有这个。他们都对。他都做那么多不给打。算了，我就不来了。没电了。我这么大个领导一来的话，就把你直接挤出去了。他走了。没有电呀。真的是我，每次直播的时候没有电的哪有差点干嘛？各种零食，各种方便面。好像在监管。我减肥，我是最减肥的，我吃一点就好。应该到了直播间当中，看一看哈。绕了一圈呢。一般上说的不是单看对面不好看，对面。是这个。哎，你这个真的高。咋了？染红了。这个衣服脱色了，真的。下次。我把我一扔过去，他一把给我扑过来。来，把你的。他们是网红不一样的。我也是爱你。看到我。对。是不是？是啊。我觉得你们应该瘦了。我没有买这个。俺不买，俺应该。我干你们！
稍微声音正常一点。那个小弟提的歌，哪个？我也不好收拾哦，我也打打。别想这边，挺好的，挺好。你坐在那这边。那么晚，那谁？咱就是你还怎么讲的？我说几句话。这边帮我照一下啊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输了。我要唱几句话啊。唱歌嘛。两个游戏。唱歌吗？除了唱歌。我要讲几句话啊。好嘞，掌声。让他们进来一下。哎，王琪，王琪。让他们安静一下。太嗨了！要录音，要录音，要录音。不要想。让他一个人讲。有点我不知道怎么说了。首先感谢一下我的所有摄影师，感谢你们来陪我过生日，很开心，也很荣幸认识你们。在这1年当中，你们对我的支持、鼓励，感谢我的摄影师，还有我的境外团队的罗桑哥，还有我的所有境外的好朋友们，感谢你们对我的就是陪伴、支持，还有对我这样的就是把我当的这么好的朋友，感谢你们来参加，还有我所有我老家的亲戚、哥哥姐姐，还有叔叔阿姨，谢谢你们。再接下来就是我直播间的所有，就是大哥们，还有我的粉丝们，突破了40万粉丝了。这1年当中，有过高兴，也有过伤心，但是，我会越来越努力的，我不会让每一个支持我的人去失望，我会更加的努力。加油！谢谢鼓励的。好。忘记。
又出来了啊！我们大家唱首歌嘛，跳舞啊！首先唱首歌，好不好？好，老三在哪里？我去唱歌。唱歌那个可以到前面去，到前面唱，到前面唱。拍照也可以，拍照吗？可以，拍照光线好点可以。反正我们一起拍就行。我们几个女的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搞个合影也行。拍张照。来来来站着。有点没有了。欢迎参与的生日，那我再说了，我先唱歌，来吧，来，我先唱歌。然后就所有人能站都站这个位置，然后喊，然后拍个合影，对，可以吧？我们这个照片我留着那个。然后所有把这个撤走，所有人都在这里。好，所有可以出镜的人都可以站在这里啊，来站在这里。才能这难过呀。把桌子往那介绍介绍。这桌子拖不动那个。那就先一起。然后苏拉可以往前点，后边可以再站一排，要不然站不开。或者前面摆一排椅子。蹲着。对，桌子挡着，没事，站2排就可以了。快一点。过来，高的站后面，高的站后面嘛。男的站后面嘛。啊，不行。男的站后面嘛。男生站后边，男生站后高一点嘛。这样，嘉欣侧着，你还是前面站吧，肚子不够。可以了吗？可以。前面太多的，他妈都错了啊！这个可以吗？没事，可以啊。这个找到嘉欣了。好，等一下啊，来，我们先拍照片啊，先拍照片啊，等一下啊。离你们靠近一点。对。后面的高一点。好了，我们拍照片了啊，来，3、2、1，茄子。啊，微笑也跟他那个。好，来，准备啊，自然吸，来，3、2、1，茄子。我们来拍个视频啊，我们拍个视频就是祝苏拉生日快乐，一起喊啊。好，等一下啊。来，3、2、1，祝苏拉生日快乐！张西那个没说呢。然后再来一遍，然后不要急啊，长不出来。好，来3、2、1，开始。祝苏拉生日快乐！要嘴一起鼓，好，可以。你在干嘛去了？跳舞。要我就把队伍脱掉了。好热。转圈圈。真的太搞笑了。嘉欣说一个字就开始笑。没事，气球。把你倒有点劲，有点好看。喉咙脸，等一下，别动。咋子？没事。
跳舞吗？跳舞。能觉得明白啥吗？全都多多，我多多，全都多多。他那个什么意思？看到了，可以。哎，开始吧，开始吧，都开始。好，打好。哦，那这个全把鸽子了。好，对，好，点着的。哎呀，好说好说，多是好嘛，好啥了？你做没干嘛的？我的阿拉可爱。我人都得给的阿拉可来，快去！嗨起来！嗨起！Birthday to you！ 干啥呀？过来，红妹。
大气的动作。
那个根据扎西的衣服头，红色的。美女不作弊，美女不作弊。还橙子吗？橙子还有吗？橙汁儿，啊没了。啊那边有。我一会儿睡。他基本只交这个所有。你比不高。五成到一半左右，象征性的给了这个。那你自己我去那边只单独去买，我这买不到。他跌到了，只能买单独，一个月120。在澳洲的保险嘛，每个月122澳元，医保嘛，他要求全部买。外地那边都要必须保险，已经全交完了，买多少？我那边120，好像是，据说是我查网上查的是120，每个月交。反正大学毕业之后再说噻。高中嘛，他去的是高中嘛。这是我的东西。起码要去。特别开心，特别我们走了，那我们走了。
这都水儿里头了吗？开心。来，我们今天算了，我们今天就是准备走了。快，100只高的嘛。光球，进来光球，你来改名。调了一道了。他们兄弟。调味才能，我咋没有这等一下，空调都没有，很多白线都没有。空调都没有。美女，你。